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2月19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开先，咱先来看这个完美一档的4大公投案，结果昨总算是出来啊。无同意票拢是比同意票较侪，全部拢无通过。同意票的比率是47.16%，无同意票是52.84%。中选会会伫23公告公投的结果。 全国性公投第一摆甲大选脱钩，拜六针对中芳核四翻来伫进口公投北大选甲三只沙利案顶4大议题投票。10日早起8点到下晡4点的投票，无任何一案的同意票，达到这一摆通过所需要495万6367票的坎站，也就是4案拢无通过。10日暗时8点20分完成所有开票定数了后，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也伫中央选情中心公布投开票的结果。第17案投票的结果是不通过，第18案投票结果是不通过。 第19案投票的结果是不通过，第20案投票的结果也是不通过。这一派投票人数814万5700人，投票率41.09%，结果同意票比率是47.16%，无同意票是52.84%。4案同意票除了无过坎站，无同意票阁超过410万票，领先同意票。李进勇也表示，中选会阁一摆证明选务团队是有能力，而且值得大家信任。 我们也再一次的向全国证明，我们的选务团队是有能力，而且是值得大家来信赖的。为县市投票结果来看，全台投票率上悬的是台北市，同意率上悬是金门县，无同意率上悬是台南市。外界注意到新北市除了中芳核四无同意比同意较悬，其他3案拢是同意较悬。中选会按算伫23审定公告公投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这边公投的结果，总统蔡英文表示，公投是无输赢，不过会当明确显示出台湾人支持行入世界、支持能源的转型。也若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这个公投的结果代表个人坚定支持政府。我们这一次的公投再一次的见证，透过民主机制，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沟通说服。 总统蔡英文将4大公投看作是国家政策的期中考。18公投结果出来，无同意票数拢比同意票数较悬，考试成绩及格。蔡总统心情轻松，伫副总统赖清德、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陪伴之下发表讲话。伊表示，这摆公投无输赢，是关系台湾安怎行落去，也传达是明确信息，代表个人希望走向世界支持能源转型。台湾人民重视生态环保，希望经济和环保 能够达成双赢。台湾人民期待公共政策能够资讯透明、被理性的讨论。那政策的规划也应该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伊强调，台湾面对挑战，民主永远是上坚强的后盾。对公投引起正反议论，政府会听无共款的声音，特别政策评估，还超大保育是安悲观拢袂拍折扣。行政长苏贞昌表示，这一摆公投结果代表个人坚定支持政府会拍拼完成人民的交付。 对这样的题目，老实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清楚，但台湾人民却能够经由几个月的思辨，然后大家对于这样的题目很清楚的出来表示意见。我想各国都会收到非常清楚的讯息，台湾有遵守国际规范的决心。我想对于我们参加 CPTPP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忙。 执政党发出公投4个无同意全部过关，是不是牵动对个人事改组？苏贞昌后前表示，公投是就事论事，针对公投显示民意无支持中芳核四，经济部表示针对核四资产极端化会做后续规划。记者综合报道。这4项公投案拢总无过，等于就是国民党所徛立场全部拢输。党主席朱立伦出面会室内呼吁大家唔通互相怪罪去掠战犯。 另外，国民党的立委也是反来抵公投的提案人林维洲表示，讲伊会尊重民众的决定，毋过嘛爱负起责任，宣布讲伊要辞掉国民党副秘书长的职务。 4大公投，国民党发出4个拢同意，全台霸场宣讲，依然无法度冲破坎站。4项公投拢是无同意票较侪。党主席朱立伦主席努力报告，对党内传出将公投失败目标指向新北市长侯友宜。朱立伦赶紧出面讲话，佮呼吁找回战友，毋通找战犯。
当然，我必须要承担责任。我也在这边呼吁各位同志，我们把战友找回来，不要再去找战犯。这一次的公投结果相当的遗憾，全民都看到了。这一次对台湾的民主是多大的伤害，因为公投已死。朱立伦指出，这摆公投结果也挑战选前所有民调，这也是第一摆无白大选的公投，招真济中间选民的选票，投票率创上低，也回归到拿入基本盘。国民党立委也是反来伫公投带头人的林为洲是市区国民党副秘书长职务来负责。非常感谢大家，我要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好，目前是开到200多万了哈，所以还是表示非常多的国人哈。觉得这个莱猪的进口的争议还是很大的哈。即刻起辞去国民党的副秘书长的职位。这表示出来投票的选民基本上他基本上就是政党对决的一个结果才会出现说，你不同的这个公投案，但是同意跟不同意的比例是这么的接近跟相似。公投白大选带头人江启臣对结果感觉遗憾，佮批评民进党伫这摆公投当中无政党对决，也显示公投甲大选脱到另外一种乱象。公投4项的同意甲无同意票数字接近，显示这是政党动员的结果，也显示公投白大选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这边的公投案虽然是头一遍无甲大选做伙举办，不过嘛是大家政党选读甲上热的一遍。都有真侪人烦恼讲，议题本身已经失去意义啊，算叫做政党相对大个结果。有学者就认为讲，公投的票数若是差愈侪，就代表人民是有家己咧思考，毋是对人甲对政党咧投，而且中间选民的意见会上有代表性。我向来都保持一个行政中立，更何况我在脸书已经说得很清楚，由人民来做主。这是公投的价值。替家己背花，强调对公投的看法，要是人民做主。新北市长侯友宜对公投的态度，到当票这天要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因为公投被看作是地方首长的头一战。侯友宜经历12文的风波，无明确表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前总统马英九，拢无大力谴责。学者就分析，或是公投这案无论结果啥款，侯友宜要拼连任，拢未受影响。4项公投来底反核四这项伊基本上伊无法度那个同意啦唯一的就表态讲做我支持这个反莱猪，对国民党嘛有交代，对市长来讲伊后任是连任连任一般来讲无什么重大错误的话，我看拢无问题啦。4案公投内底就有2案是国民党立委提案，公投真做政党的对决，更有法度真正表达民意。公投在眼前的台湾。其实某种程度还是邯郸学府，这4个议题如果票数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悬殊的差异，就可以看到，台湾其实有一群人是在想要做自己，那这个差异就是显示他们对政策的偏好。学者认为，票数开出来，若不是清一色4案拢共结果，而且差异性真大，就表示中间选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甲判断，也是有家己的思考，无受政党伤大的影响。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中国时报。香港立法会选举今仔日起告，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呼吁民众爱出门投票。佢表示讲，目前的香港国安法会让香港恢复稳定。不过，伫咧选举进前，香港的廉政公署昨说是对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等5个人发出通知，原因是煽动别人卖去投票，也是当无效票。接落来是自由时报，世界球后戴资颖将伫咧2021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中，2比1拍赢世界排名第9的中国选手，成功赢做台湾10档来头一位进到世锦赛决赛的选手。用晚8点，戴资颖就要甲世界排名第3的日本出名的选手山口茜对决。上尾是联合报，这2档因为疫情的影响，坐客运的人客是减真多，就连即马国内疫情已经转好啊，也是有真侪客运的路线全部要收起来。
公路客运的情形是上界正力的。根据交通部的统计，一般的公路客运，民国100年的时阵有43间，即阵敢若剩29间。路线嘛对855条，剩433条。接落来关心疫情，咱台湾暂无本土嘛无死亡的个案，毋过有13例大病入境，另外佫有增加一例验出 Omicron 的个案。目前咱国内是有5例 Omicron 的境外。另外，桃园的防疫旅馆群聚案，即马检查了，伫咧一间房间内底，因为有带过确诊者，但是佫刷验出病毒，代表讲即个业者消毒的工课是做无好势。国内新冠本土家庭也无死亡个案，也毋过增加13例境外疫例确诊病例，其中有12例属于突破性感染。分别来自4例是越南，3例是英国，2例是美国。还有1例是西班牙、柬埔寨、菲律宾跟新加坡。另外 ，Omicron 变异株佫增加1例，是美国入境的16871例，捌做过2期莫德纳疫苗，累计目前国内已经有5例 Omicron 病例，分别来自斯瓦蒂尼、英国甲美国3例，拢属于突破性感染。他目前都是在医院的负压隔离病房。那同期的旅客16名都是从已经由居家检疫改列居家隔离。那这16人入境采检都是阴性。伫桃园防疫旅馆爆发群聚感染了后，指挥中心采验150个环境检体，发现也有1个房间检体是阳性。虽然CT值39代表病毒量增加，也毋过这个房间经过清洁消毒了后，又会当检出，代表业者清消作业无确实，又会有待加强。在清交之后啊，有采了150件的房间的一些检体，那目前只有看到有1件是阳性，就是有个案住过的地方。中心上表示，采检人员是伫下当网的所在进行采检，像床、桌啊、门板、马桶等每一个房间拢会出一个检体，目前无任何房间空调防验到阳性。团部路线也咧调查，未来也不排除调整防疫指引，要求住伫防疫旅馆的民众开门提餐的时阵，拢会挂吹暗，以防止吹烂手传播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这款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伫咧全世界大流行，伊的速度是真惊人。美国就有专家指出，虽然 Omicron 高病胃病，毋过重症的比例是较低，代表讲未来疫情可能会成做社区型的传染病。美联社甲彭博社的报道指出，研究者发现 Omicron 互人感染病毒的速度比进前出现的其他变种近70倍。也毋过，伫伊惊人的速度散布的同时，病毒治理确诊者的细胞组织速度煞比以往的病毒慢10倍。另外，转移治疗的人多数无需要使用互机器提供线索，也免尽力靠互病房伫一般病房治疗就会当。就美国麻省高科技委员会提出报告的专家就认为，这显示 Omicron 的出现，搁正做新冠病毒疫情主流的同时，将使疫情加速惊效所谓地方病，也就是会伫有限的地区流传的传染病，而毋是全球性的大流行。也毋过有其他专家认为 ，Omicron 对于学家来讲，犹原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物件，也有真侪疑问有待厘清。We had our first Omicron a few days ago, actually, and the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has seen, I think, one example, and I think workers at CHOP have also seen an example. So it's here, and I'm hearing, boy, it's taking off around the U.S. and globally. It seems to be spreading really aggressively. 路透社引用专家意见指出 ，Omicron 虽然轻症的比例较悬，也毋过毋若传染力超强，而且是一种高度变异性的新病毒株。各方对 Omicron 所知影的又完全有限，所以各国也是需要赶紧做疫苗的脚步。那一般民众也应该遵守一年外来的防疫规范，减少外出旅游、挂嘴暗，搁保持社交距离等等。公司新闻起家真便宜。恒春半岛时常咧靠落山风，昨透早甚至去出现11级的强风，历史是近代风台。接落来一个拜六，当地就要举行落山风的艺术季，事先布置好势装置艺术，即阵门马拢可以互风先到了了。大风一直吹，屏东茶城海口港即位无人的海沙坡，规大片的土粉野野飞。2月要举行的落山风艺术季，选伫遮举办，有一寡布置好的作品拄着落山风，装饰品吹甲落去。每一座的艺术作品下面地下都用铆钉，然后搭配水泥的基座，把它固定得非常稳固。稍微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受损，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金属铁片掉下来，再把它装上去就好了。
整个的一个复原状况应该在1天之内就可以完成。恒春半岛单轨者有的落山风，县政府特别配合打造艺术季。县政府讲7点前就提醒艺术家爱注意恒春的落山风，所有作品拢有钉啊加水泥固定。这几天啊，恒春半岛已经连续透强风，18透早甚至测到11级的阵风，顶有是轻度风台顶级，也互茶声响的店面广告磅礴规个吹甲破去，铁柱顶啊规个翘起来。吹甲破个啊哦！好，盖头了哦。看到风开了，东北季风产生，然后在南方有雷伊台风，那高压低压的配置啊，导致今天东北风非常的强劲。恒春半岛因为地理位置，当年因为辖区内中央山脉高度剩400至1000公尺悬，地属着东北季风翻山过岭，透真强的山风，到礼拜六下晡2点左右。平均风速拢也有5级以上。落山风主要是发生在当年的10月到反当年5月，单季平均瞬间阵风会达到8级至9级。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卑南族这2天当咧举行1年1届的传统祭典，即阵当咧做甲歹命赶走仪式，咱做回来看。透强风温度阁真低，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囡仔烫目提手提打起的金蕉叶，较侪岁的青少年带因冲入去部落每一家户，大声喊，部落的族人也拢会摕礼物送因。这是卑南族1年1届的传统净化仪式，部落的家长看了真感动。没办法，孩子吵着要参加。回台东我就可以参与，然后我就觉得再看到就很感动这样。当年年底是卑南族的年祭，祭典分阶段进行，这2天进行净化，是部落的囡仔因的任务。在部落里先分做2组去族人厝来净化，阁会安排2组囡仔小组，再个联合去下一个族人厝来净化。除了有除旧布新的意义，也是部落小朋友进入青少年阶段的一种训练。但是用这种游戏中去执行。今年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净化仪式拄到强风低温，陪伴的家长虽然真唔甘囡仔爱切肉体参加，不过这是部落传统，必须爱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海草大公投案，未来要去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桃园观音区大潭里，投票率是超过4成，反对票比同意票搁较侪。另外，海草大公投的提案人潘中正就出面表示讲，会接受这个结果。20案不同意1票，20案不同意1票。参务人员大声唱名，开票所内一直响起无同意票得到1票，这是3接设置所在地桃园大潭里的开票情形。针对公投第20案，真爱海草大当地里面投票率超过4成，大部分居民反对3接选席。我们的不同意是大于同意，那代表我们的大潭里民继续支持我们的3阶能源政策。也代表我们的大潭里民支持政府的能源政策。不止大潭里民大部分对3接是支持态度，全台来看，真爱海草大公投无同意票的票数同款领先。真爱海草大带头人潘正中出面回应，讲这是台湾队赢，伊无法度接受，不过爱签笔接受。我们认为这一场公投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台湾环境保护运动的起点。因为他已经可以走到公投，所以我基本上有点失望，但是呢，我们不会停止对台湾环境的守护。因为海草大勘察环境保护未来用电能源转型这议题，潘正中表示，海草大保育这条路会继续落去，继续监督中油3接对海草大生态影响，继续关注外涉法案、环差定数等。就算这一摆公投失败，也是呼吁政府爱积极检讨，或者是执行有关能源转型。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核小厂公投的结果，公投的提案人黄素秀是表示遗憾，认为讲核试长期去互污名化。另外，伊嘛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伊无愿意针对公投表态，说互别人来承担后果。核市长判公投无通过，带头人黄素秀出面发表9点声明，对结果真遗憾，认为核试长期被污名化，民进党大规模政党动员伤害民主，中间选民被盖过，无法参与国家政策之形成，这是对民主最深层的伤害。从此之后，恐怕再无公投。
伊表示相信科学最后会胜利，不过9点声明当中第一点就先批评新北市长侯友宜，这期伊对公投案消极，会伫历史留记录。侯友宜市长对所有公投案是所有公投案的异常消极，造就了核废料永远放在新北市的政治现实。你的岁月静好，是有人负重前行。这核是丁胖公投案的结果，验了反核资金会认为，虽然讲了投票出席率较低，不过投反对票的比例，甲资金会有几百成无差真济。那地方也认为，就是说核四它不可能重启，所以对投票也是意兴阑珊呢。那还好，地方的这些干部、里长发传单啦，然后制作贴纸啦、悬挂布条啦，一直鼓吹大家一定要回来投票。政府应该尽速把核四计划废止掉，把这些相关的程序立法赶快开始进行。那这是我们期待在公投之后，就是政府还有朝野政党能做的。反核团体也认为，核四基地伫台湾争议伤过侪年，却被当作政治斗争的电厂，浪费伤过侪心力。呼吁政府应该用更较侪心，伫未来能源转型结束核四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这回4项公投案拢是无同意票较侪。台湾民众党就批评讲，绿营伫咧这边的公投宣传当中，甲反来底硬解说做反美的。4大公投案开票结果出来，反来底公投北大选等4案拢是无同意票，比同意票较侪，无法度通过勘站。对这结果，台湾民众党认为，大部分选民无因为拿到的极端主张出门投票，也批评民进党将反来底歪曲成反美的，根本是模糊焦点。在这次的公投宣传过程中，尤其在最后这几天，执政党公然散播假讯息，甚至在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中，他把反莱猪曲解成反美猪。我想这个乌贼的战术其实是模糊焦点。民进党呼吁，民进党应该甲在野党合作，赶紧完成无在籍投票的立法，方便行使公民权。时代力量是对公投北大选无过关表达遗憾。没有绑大选，所以即使对投票率还是有影响。好，那再来就是针对公投的宣传，在2大党的这个政党对决之下，就是说公投内容的这个讨论哈，其实很多民众是不知道了。针对反来底公投无过关，时代力量认为政府伫内这表示顶悬，或者是对北来记录，应该更较明确，才能让民众放心。也希望政府未来应注重这个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12度到22度，南部地区14度到24度。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外岛地区12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祝您规工顺心，再会。